就是叫福性，就胜过着一切的所有的福报。简单来讲起，这四句话一面影射着积分内底伊的实际物件，不可能因为虽然讲杨福德伊这个王子教育太素啊，伊把伊标题标出来了后，咱看到伊这标题是知影伊这内容，互咱知影讲哦，积分是讲什么物件。可是咱若无去甲探讨，咱也无了解这物件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无为福性分。咱大家做伙来了解无为福性分第11。无为福性分第11。娑婆提，娑婆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山顶恒河，如是山顶恒河，为云何？为云何？是诸恒河山，是诸恒河山，名为多福。名为多福。娑婆提言，娑婆提言，成多世尊，成多世尊，但诸恒河，但诸恒河，上多无数，上多无数，何况其山？何况其山？娑婆提，娑婆提，我今实言各逆，我今实言各逆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依七宝满里所，依七宝满里所，恒河沙数，恒河沙数， 3000大千世界， 3000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福，得福多福。娑婆提言，娑婆提言，成多世尊，成多世尊，不过娑婆提，不过娑婆提，若有善男子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善女人，无处经中，无处经中，乃至于受持事物一定，乃至受持事故其定，为他人说，二处福德，二处福德，圣贤福德，圣贤福德。这是咱金刚经第11分的浓缩的经文。